这就是咧讲自闭症的一个家庭，这个哥哥、小妹、甲妈妈，当然还有爸爸已经过身啊安尼，因为妈妈都破病啊。这个已经无伫咧厝的大妹妹，临时就爱搬倒来厝的大，因为伊要照顾哥哥。这个哥哥重点毋是自闭症，这个角色首先伊是啥物个性的人，伫咧啥物家庭，伊爱啥物物件，然后伊才是自闭症。因为伊真爱这个太空，伊真爱这个宇宙，爱这个看星，头壳内面想的这个宇宙，这个星空要安怎呈现出来，所以伊都变做讲，咱有两个美术的调性，一个就是非常写实的这个厝内，另外是一个华丽甲这个霓虹闪烁的一个太空冒险旅程。在树林这个天文馆，阮找到一个太空冒险，你就坐入去这个太空船内面，去坐一日，安尼敢若去宇宙探险。其实伊头壳内面想的这个宇宙，是伊细汉爸爸妈妈带伊去耍的这个过程，伊真爱的这个和乐家庭的这个时空。台湾的家庭差不多就是安尼。彼此之间的羁绊，彼此之间的痛恨、喜爱，拢男做伙。这个缺陷呢，唔是干那伫这个哥哥身上，伊嘛伫妈妈的身上，嘛伫小妹的身上。这是这个故事上，互我感动的所在。